17日凌晨4時10分，一名33歲姓黃男子在馬鞍山安陸街18號新港城一單位高處墮下倒卧平台，其胞弟發現報案求助，救護員接報到場，事主昏迷被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，其後被證實死亡。警員經初步調查，相信黃男為上址單位住戶，現場沒有檢獲遺書，其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案件列作自殺。今日17日凌晨4時10分，一名33歲姓黃男子在馬鞍山安陸街18號新港城一單位高處墮下倒卧平台，其胞弟發現報案求助，救護員接報到場，事主昏迷被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，其後被證實死亡。警員經初步調查，相信黃男為上址單位住戶，現場沒有檢獲遺書，其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案件列作自殺。